的消息来看，经济部水利署按什么伫台南的将军西海水正化厂，也准备要伫嘉义西自来水的受水池占地大约是1公顷。也毋过当地民众是真反对，因真烦恼讲会影响到环境。水利署的南区水资源分署是表示讲，会佮甲地方继续沟通。坚持反对，坚持反对。台南市嘉义区的民众对明代来到占地1公顷宽的自来水新水池预定规划地点抗议，因为这个所在倚近夜市仔甲主体区，再加上新水池到底是要安怎设置，敢会引起生态甲环境污染，抑阁有噪音等等的问题，拢互居民真烦恼。工业用水非常的重要，咱民生用水嘛足重要的。选的所在选唔对，遮邻近的足侪住家，所以讲，阮希望讲将公共建设选一个较适当的一个所在。厝阮的边安尼起了，唔知会吵袂，到底会安怎袂？状况是啥物问题嘛？唔知影。咱是建议讲起这是袂歹，但是咱会当讲刷较南边边。这受水池伊的管线，敢这管线的路线都影响到这个交通安全，因为你若学落去，这是长时间的，这是长时间的。所以我嘛希望讲，不管安怎，阮请恁台南市长，咱的市长，爱跨区市起来开一个会，咱来当面这个里面讲话清楚。为着要让台南的供水稳定，去年4月，行政院核定台南海水正化厂的计划，总经费大约160亿，地点选伫咧将军区青群新的盐埕，佮规划5亿6千万，要伫咧嘉义区设置新水池。不过头一届说明会就受到反对。设置于嘉义地区，距离蓄水端较近，在操作上较经济且易于配水。受水池是一个单纯容纳水量的大水池。因此，在施工上不会有生态环境污染的课题。至于民众质疑台水公司添加次氯酸钠有影响相关人体的安全部分，台水公司表示均符合相关的规定。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表示，海水正化厂属于国家的重大建设，关系到整体发展，真少有针对台水净水场的抗议。而且，这个新水池是配水中心，海水正化了后的清水已经符合饮用水的标准，未对当地环境造成上大的冲击。所以来，伊嘛继续和地方来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